第3週，禮拜四，撰稿人羅美利。馬太福音第11章7至19節。他們走的時候，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：你們從前出到曠野，是要看什麼呢？要看風吹動的蘆葦麼？你們出去，到底是要看什麼？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麼？那穿細軟衣服的人，是在王宮裏。你們出去，究竟是為什麼？是要看先知麼？我告訴你們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經上記着說：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，預備道路。所說的就是這個人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凡婦人所生的，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。然而天國裏最小的，比他還大。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，天國是努力進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，到約翰為止。你們若肯領受，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。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。我可用什麼比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，招呼同伴，說：我們向你們吹笛，你們不跳舞；我們向你們舉哀，你們不捶胸。約翰來了，也不吃，也不喝，人就說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來了，也吃，也喝，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，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。有古卷作，但智慧在行為上就顯為是。經文內容：施洗約翰當時被希律王困喺監獄，佢派門徒去問耶穌，係咪就係嗰位將要嚟嘅救主彌賽亞？耶穌冇直接回答佢哋嘅問題，反而論到約翰嘅身份，肯定約翰係先知，係為彌賽亞預備道路嘅。耶穌教導自己嘅門徒要接受約翰，但係呢個世代嘅人卻唔接受佢，亦都唔接受耶穌自己。無論如何，憑住耶穌生命結出嘅果子，就可以驗證到佢係嗰位要嚟嘅智慧。細思慢想，耶穌認為施洗約翰唔單止係先知，更係比以往先知仲要大嘅先知。耶穌又形容約翰係所有女子所生入面最大嘅。點解約翰能夠成為如此偉大同重要嘅人呢？首先，施洗約翰係舊約先知預言會出現嘅使者。另外，約翰喺天國來臨之前，為耶穌基督預備道路，宣講叫人悔改嘅信息。上主喺救贖歷史入面，使佢擔當極為重要嘅角色。然而，耶穌指出約翰喺天國入面卻係最小嘅，因為嗰啲喺約翰之後嘅人，活喺天國已經來臨嘅時代，比約翰更能夠經驗到彌賽亞嘅榮耀。天國充滿住上主嘅榮耀，同時亦都受到強烈嘅攻擊。正如施洗約翰當時被希律囚禁，耶穌喺服侍期間，亦都時常面對好多攻擊一樣。即使係咁，耶穌、施洗約翰同埋許多跟隨主嘅門徒，都仍然堅持天國嘅使命，忠於所託。向上帝祈禱。上主啊，我感謝讚美你，讓我可以喺大齋期嘅時候閱讀聖言。求上主開我嘅耳朵同眼睛，叫我可以睇見天國已經開展嘅榮耀。願主堅固我同眾弟兄姊妹嘅信心，使我哋能夠靠主衝破障礙，努力見證福音。
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行出真道。耶穌呼籲跟隨佢嘅人，凡係有耳嘅都要聽。我哋可以點樣提升自己嘅屬靈聽覺？喺忙亂嘅生活入面，仍然敏銳留意上主嘅聲音。任何事情都需要持之以恆嘅操練，包括聆聽上主嘅聲音。邀請你嘗試每日花啲時間閱讀聖經，然後寫低嗰日嘅領受或者反思，咁樣必定大大幫助你提升屬靈嘅敏銳度。反思問題：你喺施洗約翰嘅生命見證入面學到啲乜嘢寶貴嘅屬靈功課？喺你嘅信仰生活入面，有冇感受過天國受到強烈攻擊嘅事？你願意點樣依靠上主去面對呢？